今朝一搭法国汽车，看看旁边的少年来了。俺是送来的飞机上家。豫区候车站，总归比乘公共汽车好。整个节托子四媒体个福，非洲等喊我个谁是一句闲话，那个穷举，对也打不起，还得熬过去了。现在是早浪向6:07分，我要到了9点钟之前赶到上海浦东机场。如果海部滴滴起码300只来洋，黄香如香，甚至个奶粉冻店，这还从青林快乐个候车开始上起。7点05分，上海候车站等着，辰光比前急，还是冲为这甚至个奶粉冻店，好这个汽车！哎呀，地铁也行，为了出子山，走个弯，这一大段路再还上车。想想苏州候车站富翁待机，这个上海老大哥真的不是一般的傻大。7块洋钿抽脱，还以为打得前胸贴后背，上至2IC车，虽然比1IC控制的，别个看一个高音在浦东机场之前也想瘦下来。上海浦东机场等着，一个是我头一道乘坐地铁赶飞机，260块上脱。3个礼拜啊，我奶奶啥讲？实特西西还不是个汉么子，谢帮爱了。喂 ，Hello， 哎呀，我还在找8号门呢。哎呦，寻到了，寻到了，好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还以为我第一个了。现在开始发豪宅，听人家讲来20年之前，在 AJ 区白相，大约会拿个豪宅收脱7种管理，上坡都蛋脱。虽然时过境迁，可惜往事并不如烟。现在跟来大部队走，开启我们的欧洲之旅，耶！走过千山万水呀，你2人总算带子上飞机个地方子啊！谁是你个大又飞得了路上啊？带一个印咱们口就完。你这个辰光从出国是街头上的不得了，都是梦想。老早有海洋关系嘛，啥联通啊？哎，赶紧跑！要做起来个，那个是头等舱，我还发动就好噻。但是9号升的。啊是男生舱啊？应该会再有一趟。升一升交通的135啊，100多块么昂昂嘞，1000多块么够力嘞。你现在少过去的？等一下我来看侬啊！现在飞机平飞噻，我们来去看看各位升舱的粉丝哈。哎，你立起来呢，让我手好像味道，要养得好宽广的是吧？这1000对吧？一只。哦，好比少是吧？那是8饼了。哎呦，好，我过去了啊，不影响侬享受啊。已经1点半钟，到天我噔咕噜接。哦，总算来着。咖啡，谢谢。大排饭，谢谢。吃饭10分钟不到，风聚彩云。正到飞机大概我吃个菜块，帅哥还在吃甜品。饥不择食，这种飞机餐我起码吃个10份才会饱。是吗？你可以跟他多要一份的。啊，这就算了，不好意思的，难为情了。对，不，我最多再要杯咖啡。这些你要吃吗？ No, thank you. I don't want to be fat. 这也是内位的，旁边还少个外国人。哦，想想个中国人整个结棍的，这个谁死的分切都。